阿不得啊，黄中贤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年头大家全要过年，我甲阿爸负责拼厝内，无意中伫地下室的壁角找到一身阿不得啊！我随大声喊讲：“原来你比伫遮！”随望伊的外表，看到乌乌凹凹，原底红色的塑胶面，规个落擦，变甲花巴泥猫，规身全圆影，一丝仔价值都无。毋过我犹原毋甘单调，因为迄是我细汉的时阵上喜欢的物件。思当时，我也未满5岁，阿母除了爱上班以外，阁爱照顾拄出世无偌久的小妹，足侪工课爱做。就安尼，伊予我去幼稚园读册。头起身，我真无爱读册，逐工拢爱离开厝里，伫青疏的所在，会予我行甲死尽。便若要困觉，我拢会真少念阿母，目屎飞袂离，艰苦甲困袂去。阿母知影了后，就转工去百货公司买一身阿不得啊，予我做伴。伊生做古锥古锥，目睭仁圆练练，有甲阿母同款的笑容甲温暖。无论我安怎甲伊突，伊的头同款是海来海去，老神在在。逐工困觉的时阵，我拢会甲伊轻调调。毋但安尼，我三不五时嘛会甲伊塞奶，讲一寡心内话。迄个时阵，伊伫我的心肝头是上重要的囡仔伴。凡说是阿不得的缘故，落尾我豆豆啊介意读册，伫学校嘛熟识真侪好朋友，各方面的表现拢谢叫。画图比赛、广告、招标，逐项的。即马我已经大汉啊，册包愈来愈重，功课嘛愈来愈多。心爱的阿不得啊，伫什么时阵拍到了？我嘛毋知。现此时，搁再看到一个遮尔古锥的老朋友，伊的目睭若亲像咧对我洗目尾，即时汤羹蜜甜的滋味透规身躯，予我想起每一个幸福的时阵。暗顿穿好啊，
紧来食饭。我雄雄互阿母化精神。伫青草的饭顿了后，我遂装入去册房，甲迄身阿不得啊摕出来整理，稳稳啊甲拭好清气，刷落去用彩色笔甲伊的面膜画好条纹，先刷甲一对丁纯的目睭。无偌久，阿不得啊变甲光影影，恢复向时的光彩。阿母看我这无闲，甲我讲：戆囝的物件搁买着有啊，哪着安尼废气废值？我笑笑啊讲：这是阮的秘密，无爱互你知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